虔诚的听众，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63页，已经解说甲正文第63页上解头一段，就是第四优婆却多尊者。即马要说的解说下面就是第五提多迦尊者，第六弥迦迦尊者，第七波西密多尊者等，要来解说这道理。这是着做慧能大师应伊弟子来请教，就对开始将过去7佛传甲咱教主释迦牟尼佛以后，搁再传予第一代迦叶那因子呢，在印度第28代就是达摩祖师。即马第五个提多迦尊者，根据传定录的记载，这位第五祖提多迦尊者呢，是属于摩羯多国的人。这个提多迦尊者呢，因为善根发现，来向优婆却多尊者请求出家。迄当时阵，优婆却多尊者就问伊咯，讲你是新出家呢，或者是心出家？这位提多迦尊者呢，就甲伊回答，讲我来出家呢，非为身心啦，就是讲毋是为着身心。优婆却多尊者就甲伊问咯，讲你既然毋是为着你的身心，哪呢又是为着虾米人出家呢？提多迦尊者就甲伊回答，讲出家呢是无我我国，即心不生灭。心不生灭，即是上道；诸佛亦常心无形象，机体亦然。伊该回答的意思就是讲这个出家呢，应该就是无我，无我所。既然无一个我，无一个我所有心呢就是不生灭。也心不生灭呢，就是上道这个上道就是上主不灭之道的意思。讲诸佛呢，也是证到这款呢上主不灭的真理。心是无形象，体呢也是同款。因为伊讲这个道理呢，可以讲有符合着佛法，所以优婆却多尊者呢，认为讲伊也是一个可以度化，也会当好将法传予的人。结果呢，就来度伊出家，以后呢，就将法来附予伊就作为第5代祖师。所以才讲做第5就提多迦尊者。也这个提多迦尊者呢，有迄个机来附予第6个弥迦迦尊者。伊这个机就是讲通达本无心，无法无非法，悟了当未悟，无心亦无法，通达本无心。就是讲会当好来通达本来呢无心，也无法，也无非法。就是讲你呢，袂使执着在法的所在，袂使执着在非法的所在。这个通达本无心，也会使甲伊解释讲，你若是会当好来通达佛法啦，本来呢就无种种的分别心。无心就是无这个分别妄念的意思咯。所以呢，悟了当未悟，你会当好，你会当好悟，会当好了啦。那你所悟所了的呢，甲你未悟以前迄个是同款。也就是讲，你所悟的就是真如佛性。真如佛性在未悟的时，你是未种先悟了呢，就是佛咯。
但是不管你是有悟无悟啊，你真如佛性呢，原然存在。所以在未悟以前甲悟了，迄个真如佛性是共款呐。所以才叫做悟了当未悟。讲无心也无法，就是讲也无心也无法。啊，咱讲无心也无法呢，这个心啦，或者是讲法啦，这应该呢，就是一种的对立对态。那真如佛性呢，这是无对立无对态，所以就无心也无法。伊讲这个资料呢，就自己啊，将这个身躯呢，现甲虚空的所在，做18种的形变，也以这个火光三昧呢，将自己的身躯给分化掉去。这是在佛祖历代通载内底呢，有这个记载的。即马我要来解说第6，就是弥迦喀尊者。这个弥迦喀尊者是属于中印度的人。这个尊者呢，既然啊传法了，就到甲这个北印度。在北印度迄个所在呢，知影这位波西密多就是这个法器。伊就安尼讲啦，讲我的师父提多克有安尼讲世尊过去游化北印度的时阵，对我咱尊者安尼讲在这个国度内底啊，我别度了后300年，有一个圣人生呢婆罗对，名号做波西密，也在这个禅宗来讲呢，会当作为第7代祖师。所以当阵伊拄到这个波西密多就甲讲啦，讲世尊既然呢过去有这个预言，你应该都要出家，也就将呢来度这个波西密多尊者来出家修行。啊，这个弥迦喀尊者伊是受到前面所讲迄个提婆克提多克尊者来护这个法会。即马就话讲第7代的波西密多尊者，这个波西密多尊者是属于北印度的人，因为伊拄到第6弥迦喀尊者来出家咯，以后呢就以这个机啊来护护迄个佛陀难提尊者。伊个记咱样讲呢？讲心动虚空界，是定虚空法，正得虚空是无是无非法。心动虚空界，讲这个心呢，敢若像虚空界共款。心敢若像虚空界，只有2种的意思。第一种，这个虚空，既然叫做讲虚空，就是讲空空的物件。就是讲这个心呢，这是空空的物件。心嘛，毋是咱世间的物质，因为心这是属于精神的世界。精神的世界呢，就无世间的物质，所以叫做心动虚空界。心动虚空界第2种意思，就是讲这个虚空，这是广大无边的物件。咱的心，咱的真心本体，广大无边啊。也甲这个虚空共款，所以叫做心动虚空界。示定虚空法，这个示就是开示啦，就是讲开示甲迄个虚空共款的法，也就是讲开示即款的空无我无边的这个道理。讲正得虚空是无是无非法。讲来到证着虚空这个时阵，也就是讲你会当证着广大无边的道理，迄个时阵啦，就无是无非。到甲迄个所在啊，根本呢就无是也无非，因为这个是甲非呢，这也是一种的世间的对待之法。虚空。